所以来请看阮的专题。伫咧3天前，台湾民间伫台南设置台湾头一遭一群慰安妇阿嬷的同乡，即马却因为同乡菜的土地，甲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做伙拍卖换地主去啊，同乡可能就爱刷走。目前地主是答应讲，搁再宽限5年。民间团体也希望市政府来斗3天，替同乡找一个适合的地点。台湾第一座前日军慰安妇阿嬷的同乡，就安伫个台南市区的街仔头，不过未来可能爱刷走。现在市党部已经迁移到东区，所以这边就势必我们的同乡，我们有跟地主说，是不是可以再给我们几年的时间？所以他地主同意了，在5年的时间再让我们迁离。所以我们希望台南市政府黄伟哲市长可以另寻比较适合的地方，让我们可以怀念纪念这个慰安妇这个议题。阿嬷同乡所徛的这块地，原底是国民党台南市党部的空地，因为互人拍卖换地主，市党部已经搬来东区林心路遮，村同乡唔知要徙去倒位。回顾同乡风波，2018年拄识地，就发生日本人假做要甲踢的事件，影片一个出来，迄个时阵引起真侪台湾民众的不满。政府伫这方面呢，应该适度表态。如果你有啥物为难，会当换另外一个角度来关心，敢毋是？这是关心妇女、关心人权呢？关心咱台湾发生过迄类的历史啊。国民党副秘书长谢良介跳出来批评，认为政府这3天来对慰安妇议题拢点无动静。揭露。其实，这个同乡是敢若逐冬8月14，国际慰安妇纪念日会举办活动，有时阵会有民众主动来献花。不过，即马阿嬷的同乡孤单徛伫个路边，济游客来遮，拢是看对面的林百货、银行等等日本时代的古迹。真失望啦！当讲有一个所在吼，因为咱台湾遮济慰安妇安尼个，你嘛是爱表示。这慰安妇这地缘关系，甲咱台南有啥物款的地缘关系无？这的慰安妇内底有几个是咱台南人，所以当初因设的意义是伫对吼，这点是爱去考虑的，会当好好啊考量，就是讲设的位置甲设的意义吼，无一定。我的想法嘛，无一定伫台南市呢，吼。学者肯定台南的阿嬷同乡是对历史的交代，嘛是对人权的重视，对战争的反省。台南市政府已经请文化局找找适合的所在，进一步讨论。今年年底应该就有答案。记者陈家军、赖伟做台南报道。